佢70歲，先後2次突發性耳聾，而家聽力仲可以一路慢慢咁樣進步，比同齡人仲好。到底咩原因呢？一切要由23年前講起。當年 A 先生一起身，右耳就好似俾人撳咗個靜音掣咁樣，突發性耳聾找上門啦，仲多咗2個怪聲，一個就好似初夏嘅蟬鳴吱吱聲，一個就好似機械聲咣咣咣響個不停。右耳仲有好似有一嚿嘢塞住咁樣，好唔舒服。就咁捱咗3個月， A 先生終於過嚟睇症。A 先生凡事追求完美，呢一件事對於佢嚟講係天大嘅災難啊！佢日夜坐立不安，瞓唔着，食唔到，口乾口苦，大便又唔通順，點算好呢？從中醫嘅角度，首先要揾出佢嘅原因，係肝火擾竅，情志鬱結。治療上呢就分2大步。第一就用柴胡、梔子、黃芩等去清肝火，呢個就好似幫身體嘅烈火降溫。再用薄荷、食菖蒲通耳竅，將塞住嘅經絡打通晒。第二就係傾下偈，慢慢使佢鬱結嘅心結打開。始終 A 先生係十分完美主義者，一心諗住耳鳴可以撳個掣即刻停，呢一份執念咧就反而令佢嘅肝火易消易旺。我每次都會同佢解釋，耳仔就好似我哋屋企嘅小花園，火太盛咧，啲花草就會枯萎；情緒太急咧，花園自然就亂細龍。一定要先降溫，再鬆鬆土先得。咁樣堅持咗3個月之後咧 ，A 先生嘅耳仔就冇塞住啦，嗰2個耳鳴聲都停止咗，聽力亦一點點咁上升。A 先生終於可以安安穩穩咁樣瞓一覺，生活亦重回正軌啦。時間去到2014年，命運又同 A 先生開咗個玩笑，今次左耳又突然失聰，因為有咗上次成功嘅康復經歷，佢今次冇咁驚，亦都配合得比較好，肯接受針灸治療。耳仔周圍嘅聽宮、耳鳴、聽回係治療耳聾嘅精屬開關，外關合溪就可以疏通全身嘅經絡。一次次嘅針灸就好似幫耳仔入邊嘅聽力順時慢慢注入能量，再加埋中藥調理，慢慢咁左耳嘅聽力亦都恢復咗大部分啦。之後 A 先生經常嚟做身體調理，神奇嘅係佢嘅聽力冇隨年紀嘅增長而減退，反而越嚟越好。喺2023、24、25 3次嘅聽力報告入邊咧，佢都一路有進步。依家升到平均嘅聽力20分貝，好過大多數嘅同齡人啦。可以有咁好嘅效果，全靠 A 先生聽細見耳，做到2件重要嘅事。佢情緒調節得好好，又有中醫調理。A 先生會用冥想、跳舞、音樂嚟放鬆自己，呢啲活動就好似幫情緒放咗假，肝膽經自然就通暢啦。耳仔入邊嘅順時就可以正常咁運作。長期嘅中醫調理就好似幫耳仔帶咗個護身符，平時咧我哋仲可以按下耳仔周圍嘅穴位，少食辛辣煎炸，少捱夜，從細節咁樣好好保護自己嘅雙耳，就有好嘅聽力啦。